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公视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局针对宜兰发布超大水雨特报，台北会落大水雨，嘉南、新北市、花莲、台东拢会落大雨，爱特别注意。过来，今仔增加22593例本土病例，59人死亡。指挥中心会开专家会议来讨论确诊者隔离敢要缩短做5天。南韩梨泰院的事故，目前有154人死亡，有20来个外国人。印度有一座桥崩起，造成132人死亡。新闻开始来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的南澳这2天雨量超过上千毫米。气象局嘛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宜兰台北市的山区，今仔嘛是会搁落大水雨，东半部嘛爱特别注意。气象专家嘛提醒讲，东半部刷来10天雨会落袂停。大水雨直落，雨刷挂水沿山壁一直冲落来。台七甲线85公里的所在，交通人员透未伫修理。附近82公里的所在，路基在损严重，嘛因为落大水雨增加修理的难度。受到东北季风甲风台外围混合影响，宜兰雨是落无休困。其中南澳这2天以来，降雨量超过1000米里。气象局提醒，北部、东半部的雨也会继续落。南澳山区累积雨量已经有超过1000毫米，而在宜兰的大同山区也是有到900毫米以上。而其他县市在花莲以及台北、新北的话，最大雨量的区域大概也有到300、400毫米左右。那要提醒这些地方，今天的降雨仍然会持续。气象局针对10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北部、东半部雨是落了上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桃园到台南，还有恒春半岛、离岛，拢有9级至11级的强阵风。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欧洲模式预测，未来10天台湾东半部雨也落袂停，要预防连续落雨造成的灾害。11月初5甲11月9号吼，嘛通看到东边的这个雨水有较减少啊一丝吼，但是咱比较起来，基本上咱未来10天吼，咱东边遮拢雨敢若无啥会停吼。其他的所在吼，中部甲南部吼，咱是有几天啊吼，可能中昼了后有一寡西北风的情形。烦恼大水雨落无休困，影响师生的安全。宜兰四季国小英数分校宣布为早起10点开始停班停课，也那花莲秀林乡和平村嘛宣布为中昼12点半开始停班停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韩首尔梨泰院打死人的事故，目前已经有154个人死亡，包括有14个国家、20来个外国人。警方表示讲有37个人重伤，死亡的人数有可能会搁再增加。教宗方济各甲真侪国家的领袖嘛拢表示哀悼。这荷兰人伫首尔街社区服务中心通报失踪的时阵，一直好，就伫医院方向昏倒。3早为透早5点半开始，这主要联络办公室备帮，每点钟更新1摆失踪通报，已经有数千件。 전 가족에서 못 찾았어요. 아까 명단 확인하셨어요? 확인했어요. 없는 실종수는 없어요. 가볼까? 梨泰院二到近期差不多10万人严重爆发烧肉事故，目前在调查，暗过官方依然无清楚原因。 일단 약한 사람들이 다 돌아다니니까 일반 시민들이랑 많이 싸우게 되고 그렇게 되면서 이제 다치고 그러는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경찰서도 아까 되게 붐볐고요. 代志发生了后，一直有遗体送出来，家路4个拢人咧做 CPR， 也有真侪亲人朋友失联，为什么情形这么失控咧？家属真伤心，也要找找解答。根据韩联社报道，历来外国人有来自伊朗、俄罗斯甲中国。 There's so many people. 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10 people? And I had to like turn around and I told the crowd, "You can't come this way. People are dying." It took so long for emergency services to arrive. 总统尹锡悦宣布暂停紧急哀悼期，各种梨泰院指定做灾区。 정부는 오늘부터 사고 수습이 일단락될 때까지 국가 애도 기간으로 정하고 국정의 최우선 순위를 본건 사고의 수습과 후속 조치에 두겠습니다. 教宗方济各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真侪个领袖拢表示哀悼。万圣节伫南韩毋是传统节日，大部分的人真少去。只是这几年来，伫酒吧甲俱乐部的化妆舞会真受欢迎。祈求人员指出，即摆收入意外，真侪死者大部分是无开造成外伤性、心脏停气甲扩散素。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
南韩梨泰院的意外造成严重的死伤，死者大部分拢是少年的查某囡仔。医师表示讲，有可能是因为查甫甲查某喘气的方式无啥相同，大部分的女性拢惯使用胸坎来喘气，气还无够，佮加上人较矮，风气甲喘无气。我买的人条客家拢袂喘气，发觉地保主目睭瞪大蕊，对镜头拍拼喘气。对比后边的细粒子的女路人表情痛苦，都强要互人引起。梨泰院浩大事件发生了后，死亡名单女性较侪。医生指出，这甲大部分女性长期惯使用胸坎啊喘气有关系。胸式呼吸是胸腔要往上嘛，那胸腔要往上呢，万一在很人挤人的时候呢，你可能胸腔没有办法扩张，那这时候你要进行一个胸式呼吸就会有一个困难，你就没有办法提胸，然后好好的呼吸。男女先天生理胸坎大小无同，喘气的方式无同，身悬较矮，喙片头部位置相对较低，力量无够，真歹反抗，拢是女性伤亡较严重的可能。尤其伫这种过度人客人的场合，每边防空树徛到的人都会出现压迫性未喘气状况，4到5分钟的时间，就会发生缺氧素的情形。医师建议，这时阵爱做好保护胸坎的动作，互胸坎保持用喘气的空间。建议说可以把手做一个这样子护胸的一个动作，帮胸腔争取一个呼吸的空间，避免人挤人的时候你被压迫到完全不能呼吸。那当然也有人说不要站在墙边，因为墙边退无可退，人群还会吸收这个挤压的力量，但墙边你直接就硬撞上去，可能就会受伤。就是发生真巧的巷仔内底只有4公尺宽，小小空间，伫迄一暗就进入比平常时加10倍人潮，那一跋倒就可能无命。医生医院建议尽力避免去真客场合。若是人人拢会晓 CPR， 会用把握6分钟的黄金时间，挽救更加侪生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增加22593例本土病例，59个人死亡。目前咱国内的病例大部分拢是为着 BA.5 病毒，也毋过国际长的事件的新的变种病毒 XBB 和 BF.7伫台湾嘛出现本土病例。今仔中昼高端疫苗公司公布政府采购的绩效，一档平均含税是840块。伊嘛强调讲，下药是甲一管所直接签约的，无任何不法，望过会当来厘清外界的记录。咱们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详细的说明甲回应。本土病例有22593例，境外入有41例。另外，死亡个案有59例。北部4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有接种3剂的疫苗，先前事实上在8月30号已经曾经确诊过1次新冠，那这是我们首例的本土 XBB 的变异株。另外，这个 BF.7 的本土个案则是南部60多岁本国籍的女性，她也是有接种3剂的这个疫苗。接到高端公司的电子邮件通知，说他们要这个公告COVID-19 疫苗采购合约的价金单剂量是200万剂，每剂价格是881元含税。那多剂量的部分采购数量是280万剂，那每剂的价格是810元含税。采购500万剂，那实际上是付款480万剂，另外的20万剂是它是用赠与的每剂的疫苗的平均价格是840元含税，那以上都是属于正确的这个讯息了哈。11月2日特别投票，中选会表示讲，确诊者伫隔离的期间未当出门去投票，引起未少的争议。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玲祥今仔表示讲，这礼拜会搁开专家会议来讨论确诊者隔离的时间敢未当对现在7天缩短做5天。过20几天就是9月的选举投票日，暗过新冠确诊者隔离期间免出外投票，引起外界争议。推估有将近30万人受影响。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30日表示，考虑本土疫情已经降低，这礼拜搁一摆会开专家会议，将对确诊隔离次数为今嘛7天减低做5天的可能。会针对确诊的目前要隔离7天，它的天数会做缩短的部分，会再次的讨论。主要还是以5天为主。
所以国内专家表示，乐观其成，因为无论是毋受选举因素，减低确诊者隔离指数是国际趋势。新冠病毒感染是初期前几天病毒量上悬，了后慢慢消退。每一个人排毒速度不同，尤其这波 BA.5 疫情，大部分是轻症，建议也是快筛阴性，挂喙罨才阁出门，较会降低传播风险。第5天以后去出门投票，当然还是有一点风险，所以要强调的是，投票的人要戴口罩，把手洗干净，同时不要在投票的地方待太久。落实快筛从2条线变回1条线。那这样才能够恢复我们与人交流的一个正常生活啦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它是一个病毒有没有活跃、继续复制蛋白的一个依据啊。曾金雄强调，专家会议只是针对政策做出建议，什么时阵实施是未知数。另外，喙罨令因为疫情已经连续3礼拜拢下降，11月就开始讨论喙罨放松的措施，大方向是适来互我分阶段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10月13开始咱的边境的防疫就放零了，所以最近办护照的民众是增加真多。外交部统计年初到10月办护照就计共有51万外件，中部的办公室干那10月就超过2万件。只到上班的时间，外交部中部办公室就客满申请护照的民众，真侪人一等就是几6点钟，大家拢想要赶紧摕到护照。今天要等到半天哦。有可能是不是？我刚刚拿到的号码是111，现在是很期待想要奔向泰国，是没错。8点10分我就到了，然后就已经排队拿号码，然后坐在这边等1个小时。有人想要回去国外的厝，佮较侪人是想要出国佚佗。虽然号码已经排到1000外号，不过也是要耐心等待。根据外交部中部办公室的统计，疫情影响之下，去年护照的申请量是创新低，中部敢若36000外件，是疫情进程的1/10。不过国境10月13开放了后，今年度统计到10月份为止，全国的总申请量就超过51万件。敢若中部10月份就超过2万件，这是比9月份成长大约1倍。恢复到这个在108年的90%，这个护照的申请量会越来越一直在增加，因为大家就是国境开放了嘛。观光学者表示，整体来看，护照办理的情况已经恢复到疫情进程的5成，这也代表出国的需求大增加。是以出国旅行的人蛮多的，再来就是我们一些商务需求。李吉亚表示，估计申请量会伫刷落来1-2个月来到高峰，也提醒民众，若是头一届申请护照，会使去户政事务所来申请；若是要换护照，建议会使线顶预约，安尼就会使唔免等遐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联准会伫台湾时间拜四透早公布上新的利率，外界预估会阁升利息3码，嘛有可能会继续升利息，升到2023年的第一季。国内学者是认为讲，美国继续升利息，嘛会继续影响到消费市场。前2天美国股市大起哦，今仔台湾股市嘛起，最后是收伫12949点，台积电今仔嘛起10块半。美国联准会要伫这礼拜2甲拜3 2天开利率会议，拜四透早公布利率决策，外界普遍预估会阁升利息3码，而且升利息循环可能继续到2023年第一季。伫通货膨胀明显转好进前，货币政策立场未简单转向。全球金融海啸那时候会爆发，是因为在2年的期间，联准会总共升息17码，但是现在看样子是联准会1年就要升17码了，所以说当然是会有这样疑虑哈。比较可以放心的消息是，因为现在的这种金融的这种杠杆的情况，跟金融海啸之前是不太一样的，整个金融体制比那个时间点算是比较健康了。国内学者表示，为美国上新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来看，数字是比预期较低。不过美国就业市场阁真好，虽然即马是一个打压通货膨胀的好时间点，不过联准会依然会伫这2个部分当中做取舍，因为若用一件升利息，一定会对终端市场需求会有冲击。顶礼拜5，美国4大指数收悬，连大股的台股开红盘，伫电子股反弹加上金融股开悬助攻之下，指数收复12900点整数关卡。
正以大江大抢台积电开关了后起7块，估计也回升到386.5块以上，期待重回10条以上。外资其实操作上面还是偏向于调节台积电。那如果说这个美国股市，特别是美国科技股的部分又再往下跌的话，恐怕台积电又会成为外资调节的对象。分析师表示，这一阵仔台股落盘主要是受国际出事影响，而且目前市场依然烦恼美国通货膨胀问题，加上这礼拜联准会可能会个升利息3码，投资人操作依然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卖予咱的460粒环状教飞弹，甲400粒的标称飞弹，本地应该今年爱交货，也毋过传出讲无法度准时交货，明年会先交200粒，后年才搁交200粒哦。今仔早起，国防部长邱国正伫立法院是表示讲，受到战争甲疫情的影响，今年未赴交货，受一寡无法度控制因素，也毋过咱的国军会搁继续打拼。立院国防委员会3日审查国防预算调研立委拢关注军售甲自制军购案多项计划拖延。内下立委提案指出，美国未能够460粒拖式飞弹，甲400粒标称飞弹高达1粒拢无够。俄乌战争还有疫情，这的确会造成一些影响，有一些不可抗拒因素是存在的。但国军，我要还是再强调，不会以这作为借口就两手一摊。我们都很努力的，各军种真的很努力的，拜托各位不要误解了。陆军司令部也承认，今年这当处理发射器、飞弹实体、甲搭载新型拖式飞弹的悍马车，明年才会当交运。面对台海情势紧张，传出陆军特战指挥部最近将头一摆实施兵力快速增援北大科目。以 UH-60M 乌鹰搭载特战兵力进驻淡水河口，强化反战术任务。反恐或者反斩首，这都是在一个训练的科目当中啊。那这个阶段呢，好像特别好像彰显出来，好像有点扩大也没有，它都有年度的训练。这点也跟大家做说明啊，不要误解。另外，前参谋总长李希明甲退将伫智库和平甲安全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中共8月军演对台逼迫超过1996年来台海的规矩，加上海峡中线的默契无够存在，台海战略预判相对不足，造成战略被动，无适合过度期待美国。对此，邱国正强调，台海状况严重。也毋过战术看涉军事，无适合伫公开场合表达，也毋过尊重学者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长林志标土地弊案今仔开庭，林志标是对媒体强调讲伊清清白白。林志标查囝甲其他的被告今仔是拢无公开表示意见。不好意思，有信心吗？不好意思。今日法庭互记者问到敢有信心，原来县长林志苗讲家己清清白白，伊甲查某囝林佳玲参官府团队顶10多人涉及土地贪渎等弊案，互检方起诉，既然地方法院3日头一摆召开庭事准备庭。我呢，简单做人，认真做事，清清白白。谢谢大家。你今天要准备什么吗？有答辩状啊，简报档啊。有信心吗，律师？有，不存在的犯罪事实。林佳玲的法律律师讲，准备答辩状甲简报档等资料，表示对案有信心。等到这期检方的起诉内容是无存在的犯罪事实。林佳玲甲多位官府官员今日法庭拢无讲话。是，谢谢。有部分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员先后到法庭旁听，前立委黄国昌也到场旁听。伊讲希望伫法庭上关心官府当前是继续真济，也是有其他的讲法。这个案因公益公布甲告别者保护协会继续追踪。那今天也希望在法庭上面看林志妙县长以及县府其他的同仁，因为有些同仁他们已经认罪了。那今天开庭的时候，是不是会继续认罪？
因为国民党伫开庭进前，捌互调民众到电院关心此案，不过将表示，所以应邀到场。反映现场经历出动大约70名维持特殊，只有少数民众无经过申请到场关心此案，说唔知影要为倒位入去，因过无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前民众党的立委蔡壁如的学术论文是抄的，互德明科技大学撤销学位。蔡壁如嘛撕掉立委。今仔蔡壁如搁再开记者会，指出讲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发2届公文，要求教育部提供论文审查的资料。也毋过教育部却回应表示讲，学校方面表示这是机密的文件，无法度对外来公开。民众党团是批评讲，这是学术界的白色恐怖。将民众党立委蔡壁如的学术论文，去互德明财经科技大学撤销。伊今仔日伫咧共党的立委邱成万等人的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蔡壁如强调讲，伊毋是一定爱恢复学位，毋过要求学校都要提供审定报告书等等的资料，才会当捍卫伊的权利。现在德明完全不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想要提出来做的疑问，也是我的纳闷。我不禁想问教育部，你们的态度难道跟卫福部一样？这些资料都要机密封存30年吗？撤销学位的理由居然也是机密文件，罔顾我们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权益。邱成万强调讲，民众党立院党团2届发函，要求教育部提供审定报告书等等的资料。教育部却回应讲，学校讲这是机密的文件，无对外公开，批评这袂属是学术界白色恐怖。有些是有一些改写上面的不干净，那不干净你要告诉他啊。好，那更不要讲说这个研究方法的那个使用，好，那学校不了解，你说学生不了解，学校怎么也会不了解呢？方在事前并没有告知蔡壁如委员关于被指控甚至是被检举的内容，在这样子一个没有办法知道被检举的内容的情况底下，要怎么样陈述意见，这个是我们非常纳闷的。包括学术界、法律界人士拢有参加这个记者会，甲蔡壁如相听。因若针对邱成万的指控，到一个进前教育部也无回应。记者打电话予德明科大主任秘书，因为当咧参加校务会议，嘛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最近国际上的意外是不断。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有一座历史真久的桥，经受半冬，顶礼拜才重新对外开放通行，可能是因为未堪这载上过冬，将这座桥竟然放弃。外国媒体是指出讲，目前至少已经有132个人死亡，人数恐惊会阁继续增加。民众掠安倒去桥的残骸唔放，会受罪人想要收回去，研究一个是一个。印度古吉拉特邦一个红半年桥，顶礼拜拄修好，搁重新对外开放，想要到30乡乡放落去，桥顶500多人对咧斗阵写入河底。दीपावली की छुट्टी हुई थी बच्चों लोगों के और जो भी घूमने के लिए यहाँ पर आए हुए थे सभी एक के ऊपर एक थोड़ा पुल के अंदर ज़्यादा लोग होने की वजह से टूटने की वजह से ये घटना हुई है। 拄到当地节庆人真多，好亲像桥负载上过重，230公尺长的桥身，登去沉伫河内底，村的桥体，正做幸存者救命稻草，命命为着要90度的桥体向顶翻飞。现场人表示，有未少的囡仔，救援工作一直在进行，官员也证实，伤亡人数可以增加。आज शाम को 6:40 को हादसा हुआ और वो पुल टूट पड़ा, तो जो सैलानी थे वो कुछ लोग घायल हुए, कुछ लोग पानी में गिर पड़े और तुरंत ही हमने बचाव कार्य की शुरुआत की है और हॉस्पिटल में भी घायल लोगों को पहुंचाया। 印度总理莫迪也多伫古吉拉特邦顺势3天，将阿条消息了后表示哀悼，高指是全力救灾，为死者提供20万卢比的慰问金。另外，也已经成立特别小组，针对这场意外进行调查，了解为什么多修好无偌过桥会去放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东非国家索马利亚第2号发生一件汽车炸弹的攻击，总统穆罕默德表示，这爆炸至少造成100人死亡，300人受伤。伊斯兰组织青年党讲这是因做的。
伫首都摩加迪休教育部附近发生2例汽车炸弹攻击，而且地点选伫交通真无行的路口溪谷街一带，也是犯案人潮较侪所在。总统穆罕默德表示，爆炸造成重大死伤，佮警告人数可能也會升懸。 mar keliya waxaan maqlay waxa oo aad mooday 2 bilood la isku dhuftay qac aan maqalnay marka nin yar roona ila joogay meel walba meyd iyo dhaawac baa yaal qof qaylinaya 而到下晝2點左右，教育部附近發生第一擺爆炸，幾分鐘了後，佫發生第2擺。迄當時已經有救護車甲民眾當嚟協助受傷的人，傷亡就安尼擴大。伊斯蘭組織青年黨講是因犯案，未當接受教育部以基督教的教學代工教育索馬利亞兒童，佮透過電子郵件聲明，死傷的人當中有安全部隊成員。 kuwo kale oo safrayo jidka saarnaa oo afgooy u socday ama ka yimiday kuwa isbitaalka banaadir tagay ee ka soo noqday yani dadka meesha maraya dadkaasi ahay 李国的汽車爆炸攻擊是自2017年10月在同一個地點發生的卡車炸彈攻擊，佮造成500多人死亡以來上致命一擺。青年黨一直想要殺到政府，佮根據對伊斯蘭律法的極端解釋建立家己的統治，定佇摩加迪休甲其他所在發動攻擊。索馬利亞國際伙伴，包括北京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等，攏譴責爆炸案，反對恐怖主義。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表示，已經準備好要向索馬利亞政府提供支援，照顧受傷的人。索馬利亞自早以來，佇美國甲當地革命的頻頻支持之下，幾擺對青年黨發動反擊，雖然成效有限。廣視新聞吳文良編譯。 來看巴西總統大選將第2輪投票，票已經開出99.5%了。前總統盧拉是以50.9%過半票數贏過現任的總統波索納羅，又閣爭做巴西總統。也毋過波索納羅閣還未承認伊敗選，有媒體是正煩惱講，伊敢會親像美國的前總統川普共款，拒絕接受敗選的結果。 支持盧拉的巴西民眾在2月日的盧吉亞羅歡喜甲男子會慶祝巴西總統大選第2輪投票，前總統盧拉勝選，有人感動甲哭。30舉行的第2輪投票，根據美聯社報道，開票進度到99.5%，結果盧拉50.9%的得票率險勝波索納羅的49.1%。Esta não é uma vitória minha nem do PT, nem dos partidos que me apoiaram nessa campanha. É a vitória de um imens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que se tornou, que se formou acima dos partidos políticos, dos interesses pessoais, das ideologias, para que a democracia saísse vencedora. 這是巴西30多年來差距上接近1擺的總統大選。盧拉只領先200萬票左右，一般預料盧拉應順利當選。按照過去的傳統，落選的人會先承認敗選，不過波索納羅還未宣布敗選。外國媒體煩惱恐驚甲美國前總統川普同款，拒絕接受敗選的結果。盧拉過去捌佇2003年到2011年之間做過2任總統，也捌佇2018年因為貪腐甲洗錢一甲580天。這擺盧拉競選政見主打承擔更較濟社會甲環境責任，佮要用新稅制來提高公共支出，佮承諾致力減少碳排放甲亞馬遜污染的萎縮。這擺投票結果也是對波索納羅甲極右派民粹主義的譴責。拉丁美洲各國領袖攏佇推特發文祝賀盧拉當選總統，美國總統拜登也俄羅這場選舉自由公平而且可信。不過盧拉的挑戰才拄要開始，因為伊會面臨一個極度分裂的巴西。廣視新聞鄭慧珍報道。來關心羅西亞甲烏克蘭上新的情況，羅西亞佇克里米亞海軍的烏海艦隊基地昨因為無人機的攻擊，有軍艦受到破壞。羅西亞是真不滿，宣布講要暫停糧食出口的協議。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是批評羅西亞各方面停止協議，是故意要製造饑荒。
画面内底当看到乌面内底熊熊有强烈的白光闪过了后，就是一片火光。高技术海上的船只和庆击攻击的画面，这是社群网站推特评定过去24点钟流传的画面。迄是俄罗斯伫克里米亚的海军乌海舰队基地离到荷兰机攻击，造成真侪军舰受损。综合外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的最后无人机，军中俄军的军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和俄罗斯真不满，宣布暂停执行粮食甲谷物的出口协定。为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俄罗斯单方面停止协议。Зараз потрібна жорстка міжнародна реакція, як на рівні ООН, так і на інших рівнях, зокрема і на рівні Великої Двадцятки. Як Росія може бути серед інших в G20, якщо вона свідомо працює на голод на кількох континентах, це нонсенс. Росії не місце в двадцятці.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为离个透早4点半开始，乌克兰开始对乌海舰队发动至少5点钟的攻击，期间有几多只俄军的军舰互崩掉。严格乌克兰的媒体说讲，这是俄罗斯的乌海舰队在处理爆炸位时阵发生状况，才会互塞瓦斯托波尔湾的4只军舰发生爆炸。另外，俄军离个个指控进前互炸掉的欧洲北溪天然气管线是英国做的。 По имеющейс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анног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МС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ринимали участие в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кта в Балтийском море 26 сентября сего года по подрыву газопроводов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1» и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2». 为此，俄罗斯要求英国外相说服英国拒绝批评这是假消息。假使是因为俄军战术失利要转移焦点。即卖俄罗斯已经表示暂时结束动员令，现在是征召的30万人内底有82000人，俄国会送去乌克兰的战场，剩的20多万人依然爱接受训练。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过来消息，咱来看高雄捷运黄线机场通报工程今仔动土，这是高雄第3条的捷运路线，是包括沼前红线前进等所在，嘛串联本地红线甲橘线。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6天内要完工。 全自动化驾驶，一个车厢坐440个人的高雄捷运黄线列车，平均班5分钟。未来串联沼前、三明、红山、前镇等区域，形成倒 Y 字形的路线，同时串联现有的红线、橘线2线。31号举行机场通报工程动土典礼。 等了10几天，高雄捷运第3条路线黄线正式动工，市府嘛拼进度，划出2028年要完工。加快工程的脚步，能够在2028年左右能够完工那这个将会是我们高雄市绿色交通非常重要的一环核定到完成统包工程半单啦，即我甲大家讲啦，会使讲机会是留予准备好的啦。 市府表示，黄线捷运拢总23站，除了最后一站是高架，其他拢是地下化。每一天运量预估是17到18万人次，总经费1440亿左右，中央支出了833亿。 地方家己付600亿，为了降低着财政负担，嘛同步针对黄线会经过的区域来规划开发。如果黄线完工了后，串联起捷运的红线、橘线、轻轨还有代替，互高雄大众运输的网络升移，会当服务更较侪人。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 来看新竹县新埔的远东化纤总厂，2020年9月23，因为油外漏造成火灾，当时互县政府罚500万哦，业者提出诉愿。去年的8月，县政府改罚78万。今仔有立委佮议员就质疑讲，新竹县政府拄着大公司的倒救。 新竹县新埔的远东化纤总厂，伫2010年9月23，爆发生导生油泄漏意外，而且引起大火。附近真侪居民受到臭味等等的影响，而且这已经毋是头一摆。当时县政府开罚500万，不过经过远东化纤提出诉愿，县政府去年8月却改罚78万，受到机关质疑。为什么遇到远东财团，我们的环保局不愿意坚持下去？ 然后让诉愿的结果出来，甚至可以继续去打行政诉讼。我们还是要求环保局，你应该公开。它燃烧以后会产生很多含苯的物质，这个含苯的物质很多都是
致癌物质。环保局表示，经过业者提供资料，而且邀请专家学者评估了后，认为摄漏量无当初时评估遐尼济，是依法撤销原本的行政处分。当时发生的时候，就是因为相关的资料并不明确，所以环保局这边以他们储存的倒生油的量当做它的外泄量。发生的当时，他们是有做一些紧急应变的作为。那后来又依据我们的扩散模式模拟跟影响范围，还有倒生油的 SDS 的一个安全资料表。我们认为依委员的意见，觉得他这个公司诉愿是有理由的。召开记者会，立法委员陈椒华要求提供当初时的会议资料，但是县政府表示目前无要对外提供。陈椒华也要求看当初时的检测报告，但是环保局代表表示，因为伊是新上任，无清楚敢有相关报告，会使提供多一个资料，爱阁做较真。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和平有一个报道哦，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本地沿路的树仔拢有别一寡引导的锁仔，拢也毋过拢断去。2天前哦，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无细力去揪到已经断去的锁仔，人摔落去山骹受伤。当时领管处是表示讲，现场有4只外掉的锁仔，互挂断，已经报案，请警方来调查。手骨摔断去，互人固定起来，倒边的目睭嘛有受伤。这位41岁姓陈的查甫人，29中昼去爬台中市和平区的扫来山步道，不过沿路的引导锁仔，敢若是去互人调工切断，害这个查甫人伫一个80度遐高的山壁揪到断去的锁仔，就安尼摔落去30公尺深的山坎。有山友伫咧爬山的社团刊文，呼吁大家得爱注意安全。消防队伫当天的下晡就接到通报上山救援，将人送落山去到当时农民病院治疗。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伤者还有多处擦挫伤，然后左眼有撕裂伤，然后左手骨折，然后立即给伤口包扎固定之后利用绳索搀扶的方式。顺利将伤者带到登山口。当时林管处表示，沿翠扫来小雪山国家步道沿路拢有设引导锁仔，固定伫咧2边的树仔顶悬，互民众爬行时阵会当有。经过全路线清查，总共有40多只引导锁仔拢互人切断，差不多占有全路线的7成遐济，已经会动山南警察队到场搜证。那沿线呢，总共大概有40多处的引导绳被蓄意的切断。那本案呢，已请警方进行搜证。那后续呢，将依刑法第138条来进行侦办。当时林管处呼吁山友最近若去登山步道，爬行唔通由引导锁仔来出力，避免诱断锁仔发生危险。警方是表示，目前也未收到受伤的民众报案，所落来会依照妨害公务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防卫分局第23走去台中的清水掠嫌犯，也毋过这嫌犯佮赛车甲小队长弄着伤，结果嫌犯又佮落跑。警方29的透早伫云林的北港已经掠着这嫌犯咯。10月29透早，警方会同霹雳小组的警察支援，前往云林北港地区，顺利掠到这名姓郭嫌犯。现场查到部分的毒品和4粒枪支，马上就甲嫌犯押去台中市清水区查扣。10月23，伊弄完警察了后逃走，后被等的轿车。当下嫌犯这个驾车冲撞本分局的同仁及侦防车，那同仁见这个小队长有遭受到危害立即使用警械开了4枪，那其中有3颗这个打中这个嫌犯这个左侧门。云林警方10月23用车叫人出动几名警察到台中要掠这名姓郭的通缉犯。迄天姓廖的小队长落车搬查，煞互嫌犯开车大力甲弄，当场倒伫涂骹，身躯有几啊大刺伤。即摆掠着嫌犯了，也会阁追查，敢有人咧协助伊秘警察。嫌犯他是枪炮毒品的通缉所以查获之后就押解归案。当下我们是依这个妨碍公务也一并来做一个侦办，持续追查有藏匿嫌犯的对象以及相关毒品的来源。警方表示，目前受伤的姓廖小队长伤势阁咧恢复，目前阁伫个病院咧收养。经过追查了后，姓郭的嫌犯逃走，藏伫北港地区。10月29，警察阁去掠时阵，伊闭一个房间，而且无阁反抗。专案也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哦，华人雨水嘛袂少，有一寡山区的道路佮崩山，部落嘛因为未赴排水哦嘛淹水，自来水的水质哦又佮开始变热咯。这是往回花莲光复乡甲丰滨乡的台11架线，受到大雨的影响，11.5公里的所在，早起7点开始崩塌，边仔的电火条嘛倒去，部分的车路落去，目前已经封起来，民众无渡过，只好是倒转来。大概这2天的一个降雨量大不大？大呢，是风现在好像我不晓得里面呢，只有到那边而已啊。工程人员赶紧去修理，不过山区的雨是真大，真侪所在水还未赴排出去。丰滨乡前部部落有部分地势较低所在已经淹水，居民面向公所，土沙拢无澄清。这个大水呢，已经淹到他们家里，不是只有这一户而已哦。看起来就是雨量大，造成这个排水系统不堪负荷。这个有可能是没有清淤，但也有可能是下雨。不是，它就是没有清淤。另外，这届大雨，嘛，予中南区进前受到918地震影响的山区的部落，暂时看的自来水，即嘛搁落去啊。尤其是伫倒溪乡上较严重，要求相关单位爱重视居民用水的宽约。工程会吴泽成主委来花莲就有同意，包括卓溪乡清水、卓乐，还有玉里9-3线这里的自来水严管需求啊，经济部跟自来水公司要全力支持花莲县政府。花莲目前降雨量上较大的地区是秀林乡的和平，24点钟来累积的雨量已经达到233米哩。花莲县府已经宣布和平村12点半以后停止上班上课，而且强制河中、仁和村等等的居民爱先刷去收容中心。记者综合报道。臭青啊，这种外来种的树啊，伫16世纪哦，荷兰人引进台湾，用来做饲料纸浆。也毋过，这款树啊有毒，嘛造成原生种的食物袂当生脱。屏东的林管处最近就办一个展览哦，要互民众来了解臭青的危害，嘛呼吁移除臭青的重要。臭青啊，这种外来种树丛伫恒春半岛炭甲较严重，当地艺术家杨宗芬就甲臭青啊摕来做乐琴，为着要互民众了解讲政府伫咧甲臭青啊撤掉了后，再查拢用伫什么所在，就伫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游客中心办一个臭青啊搁利用的展览。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去化的一个部分，有跟一些民间团体合作，所以也有跟屏科大的就是木社系这边做一个合作，然后就是可能开发一些就是银合欢的猫砂，或者是银合欢的生殖颗粒。那个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鼓励，就是私有地上面有的银合欢能够就是去化这一些就是银合欢的材料，然后让这个土地恢复原本的利用。臭青啊，上早是16世纪互荷兰人引进台湾的，原底是用来做饲料、纸浆、香茶等等。但是这种外来种，毋但足高碳，树根阁会排出见小草素这种毒素，互台湾在种的食物袂当生炭，破坏咱的生态环境。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热带季风林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面貌，但是却被这种外来入侵植物银合欢所取代。那因为一般的民众其实对于这种绿色的植物，它很难去区分所谓的外来入侵，或者是说是我们的原生树种，都觉得树很绿就很漂亮，而且它还会开花，还会结果。那所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特展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协力来了解这个物种。其实公有地一直拢有咧做臭青，不过私有地地主因为臭树对因来讲袂趁钱，就较无积极咧做。所以林管处希望透过臭青木工成品，互地主知影讲这个茶有卖去市场的价值，增加臭树的意愿。嘛希望会当传达环境永续的理念，互咱台湾在种的树丛花草通恢复生命力。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甲战争严重影响到台湾南花出口哦。伫屏东潮州有业者就拍拼要来开发咱国内市场。最近用一个说兰花的自动贩卖机，互民众方便来买花。自动贩卖机卖毋是饮料甲四手啊，竟然是卖兰花。这是屏东潮州卖兰花业者行销的新步，要互兰花更较普遍出现伫日常当中。台湾的兰花用过拢是销去国外较济，不过业者表示，因为疫情甲战争的关系，最近出口的销量那真济。近几年，整个兰花产业其实在全世界的这个疫情、后续的战争每况愈下。那我们同期台湾出口，包括荷兰，其实我们跟去年同期相比，掉了70%，日本也掉了大概30%。
那美国最近也在调整订单，预估也掉了20%左右。业者甲销路转转来国内，希望扩大国内的市场。因安尼也拍拼咧开发蓝灰相关产品，做盆栽礼盒。尤其最近搁设蓝灰贩卖机，解决冷藏保存的技术问题，互火冷气的速度搁较慢。毕竟呢，台湾在兰花这个部分，消费上并不如欧美的来得踊跃。业者希望讲，透过无人商店贩卖机的方式，互兰花搁较接地日常使用。除了送礼物、看病、祝福别人，也会使随时买着兰花来增塔环境，歌舞生活每一日。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有新人食安眠药的调查，发现讲14年来有新人食安眠药的比例是降低真侪，也毋过所有药愈食愈重的问题。查某人有生的期间可能产生焦心、失眠等等的症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分析，自2004年到2017年，超过263笔大新人的活产记录，发现14年来应用处方爱困药的比率，对4.1%降到2.9%。我个人认为说它比较是反映出了一个在台湾对于孕妇有睡眠、精神健康困扰的这个孕妇我们在医疗的这个现场里面，它其实被评估的是越来越仔细、越来越谨慎。医师嘛表示，调查发现爱困药使用上侪时阵是第一孕期，原因可能是患者也唔知影有新。那进一步分析处方剂量，使用爱困药治疗剂量增加的大新人比例提高，这甲过去精神障碍诊断的比例相符合。有一些它可能有轻微的增加，或者是说存在一个我刚刚讲到可能1/1000到1/1003的比率，是说，确实有一些孕妇她的身心健康状况，如果是以过去的14年来这样子来看那可能是会有一些增加的情形。有医师认为，爱困药治药的分级多数是低级，那只要医师的指引，对大新人应该无真大的影响。不过嘛建议，那因为孕期有困眠、精神等等的困扰，会使先看卖改变生活环境等方式来改善。记者电报立开台北采访报道。来看日本的太空中心甲美国 NASA 做伙主办的国际太空站起步机器人天书设计挑战赛哦，台湾大学学生团队打败日本、美国等9个国家的队伍，摕到冠军，实在是真无简单。咱做伙来看卖。希望7つ希望 and Robology Awesome Aliens from Taiwan. Congratulations！ 画面中大家流热拍破代表台湾参加第3届国际太空站起步机器人定式设计挑战赛学生团队，打败日本、美国等9国队伍，得到冠军。名次公布的时候，还是会紧张，因为毕竟我们速度比较慢，那最后拿到第1名，当然是蛮开心的。由日本JAXA甲美国 NASA 主办的竞赛是假设起步太空舱和太空碎片弄掉，造成气体外泄。选手爱编写定式，和机器人去定点处理。过程勘测路径、多项辨识甲姿态控制等专业设计。在太空站上，我们没有任何提前测试的机会。微小的气流扰动啊，或者是一些在模拟器里运算上很美好，但是在现实里它可能还是毕竟会有的一些控制器的误差，或者是量测的误差之类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之所以会拖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城市里面有不少的地方是在做确保。因为地区有在使用无机器，决赛是将定式传送到国际太空站进行。机器人弄条边，或者是超过5分钟无完成任务，拢算失败，所以困难度比在地面要更加高。一次机会而已，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去追求安全性跟准度。那时间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放到比较后面。All of these events will give you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How the robot system work in space, how difficult it is. And also, how the real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比赛结束了后，太空中心也颁奖肯定学生的表现，佮鼓励大家研究实作，来强化科学、工程等各项技能，培养更较侪优秀的太空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暖化，加拿大东北部夏娃北极圈的哈德逊湾北极熊热人摇巴岛的时间是愈来愈长，嘛发现讲因为冰冻氧气，被海洋变甲愈高，找无路，生态受到真大的破坏甲改变。孤单的北极熊伫完全无冰的岩礁地面行，白生活真险目。
加做气候暖化的残酷警讯。当年6月下旬开始，加拿大北部曼尼托巴省挖进极宽的哈德循环冰层开始扬缩小的消息。伫冰上真好的猎捕机卡伫遮无法度施展，落水速度并袂过下巴。所以这段期间，只会当拄运气找找海边仔的动物遗体，基本上是无物件通食，需要巴肚空空要几啊个月。This bear's waiting for the ice to freeze. It'll be on shore now until probably mid to late November before it's able to get back out and really hunt. So while these bears sit on shore, they're losing a kilo or two every day that they're here. That can go for about 180 days before they really start to have a problem. 上花了后无物件通食的港的北极熊，平均会当经180天，保会带起的情况只会当经117天。也毋过随着地球暖化加重，北极熊上花摇巴肚的时间更较长、更较严重，有时阵被逼食藻类。2020年自然气候变化期刊的报告指出，1980年代哈德循环深海化大约1200只北极熊，即马上最只有800只。If they're in poor body condition, they're going to be more risk tolerant, and that might bring them into interaction with people. 哈德逊湾边仔的丘吉尔镇是离北极熊上近的所在之一。在暖化造成摇巴肚的情况之下，北极熊入侵主题区的几率增加。科学家甲保育组织伫当地安装紧密的雷达监视系统，24点钟追踪北极熊刷动的路线，确保无进入警戒范围。巡逻队员会开车沿着海岸线用喇叭式拉车的声音赶走，确保囡仔上下课安全。40年前，哈德逊湾伫热天还有700万平方公里的冰层，即马剩一半。照冰层反射日头光，黑暗的海面会吸收更较侪的热能，变成恶性循环。最近巴黎沙纳河出现微航的海鸥，极款出现毋是本土种的狐狸甲龙，拢是大环境大大变迁的证明。好在在目前，只要搁降低气温，也搁有机会反转。也毋过科学家警告脚步要紧，因为海边永远消失的临界点已经快速挖近。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